中国官方所谓新疆日报7月9日报道说，自今年年初以来，阿克陶县当局以就业培训基地的名义，在组织13000人参加强迫劳动。根据6月18日报道，在阿克陶县巴人乡的所谓创业和就业培训基地工厂，招募了465名维吾尔女工。据悉，这些妇女都来自农村，从事农业和畜牧业。在所谓的实训基地接受培训，毕业后在中国工厂参加强迫劳动。阿克陶县扶贫办公室主任王庆勇说，阿克陶县有22家这样的基地，自年初以来共接受了13000人。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今年3月发布的一份报告，从2017年到2019年，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被迫在中国各地的工厂参加强迫工作。英国一位高级议员周三在哈德森研究所的本犹大讲话时，概述了英国政治体制中对中国的态度转变。保守党前领导人、首相鲍里斯·约翰逊的亲密盟友伊恩·登肯·史密斯认为，中国对全球民主秩序的威胁既紧急又严重，反映出民主与独裁政权之间的战斗。为体现这种理解，邓肯·史密斯和工党议员海伦·纳肯尼迪于6月成立了对华议会联盟。该联盟旨在协调全球民主行动，以限制中国的侵略。现已在包括澳大利亚、加拿大和其他欧洲国家在内的国家中设有16个分会。史密斯称，他正在与印度等其他议会进行谈判，以加入该组织。史密斯还游说保守党放弃让华为参与国内的5G 网络建设。他认为中国已成了非常不可信的伙伴，若认为有人可以争商分离，是太无知。中国与伊朗拟签战略合作协议，涉及基建、石油、军事等领域。伊朗当局表示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6年对该国进行访问时提出与伊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提议，在今年6月得到了伊总统鲁哈尼内阁的批准。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曾在上周表示，伊朗一直就在为一项为期25年的协议与中国谈判，一旦达成协议就会宣布有关条款。他指出，关于未来与中国的各项交易没有什么秘密。他介绍称，当协议达成时将通知全国。知情人士称，中国预计在未来25年中向伊朗投资4000亿美金，这或将导致更多的中国公司遭受美国的制裁。伊朗官员称，其得到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支持。美国《纽约时报》7月11日报道指，中国和伊朗低调地撰写了一份长达18页的合作协议，其中包括加强双方在基建、金融、通讯和军事领域的合作，将该协议描述为挑战美国。全球的武汉肺炎疫情持续飙升，世界卫生组织周日通报的全球武汉病毒确诊再创新高，在过去24小时内，全球增加了23.370万起确诊案例，目前全球累计已有将近1300万起确诊案例，与56.5万死亡病例。统计显示，目前每天新增的武汉病毒死亡案例维持在5000例。世卫数据显示，大部分的新增案例仍来自美国、巴西、印度和南非等。巴西单日新增45000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，印度单日新增28000例。俄罗斯、葡萄牙、英国和罗马尼亚等国家单日的新确诊病例数较高。据中国应急管理部官方微博消息，7月12日16时，鄱阳湖湖口站水位接近22.5米的保障水位。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，经会商研判，国家防总决定将防汛3级响应提升至2级。同样在当天，江西省水文局水情处指出，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12日零时水位达22.53米，
超1998年洪水位，这标记着鄱阳湖水位突破有水文记录以来的历史极致。7月4日以来，长江中下游省份遭受持续强降雨奇迹，江河水位迅速上涨，长江、太湖流域出现强降雨，长江中下游干流监利及以下江段、鄱阳湖、江西修水等21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，其中72条河流超报，19条超历史。据统计显示，7月6日开始的洪涝灾害已导致江西521.3万人受灾，紧急转移安置43.2万人。